大家好，我係 Cyrus， 歡迎你翻到嚟我嘅 YouTube channel， 我嘅 YouTube 頻道去睇片，去學廣東話。呢一集係呢個系列嘅新一集，我想講下關於廣東話一個好特別嘅地方，就係中英夾雜。廣東話都係中文嘅一種，主要就係喺香港、澳門、中國嘅南部。海外嘅話有馬來西亞、新加坡唔同嘅地方咧，其實都有人去講，有人去用呢一個語言嘅。其實我自己係喺香港出世嘅，喺香港講廣東話嘅人有一個好特別嘅地方，就好多時我哋會將中文同埋英文撈埋一齊講，即係所謂嘅中英夾雜。點解會係咁呢？首先因為喺好耐之前，香港係英國嘅殖民地，所以英文就變咗做香港嘅一種官方語言。咁所以喺我哋日常生活中，好多時間都會接觸到英文，自然有一啲嘅字我哋會習慣咗用英文去講。雖然我哋會知道個中文廣東話係乜嘢嘢，但係都習慣咗用英文啦。所以可能你會聽到有啲人係譬如講話，我 send 個 message 俾你啊，返工嘅時候可能佢會話我要 scan 咗嗰個文件啊，我收到封 email 喎。我哋唔會講我傳個信息或者我發個信息俾你，我唔會講我掃描份文件俾你，唔會話我收到一封電郵。我哋每一個字都明白佢嘅中文，只不過我哋習慣講英文，將中文同英文夾埋一齊。最常見可能就會用 OK 呢個字啦，可能會話聽晚食飯 O 唔 OK？ 喂頭先套戲 O 唔 OK 啊？頭先餐飯 O 唔 OK 啊 ？OK 啊！好多時香港人都會咁樣去講説話，將中文同英文撈埋一齊。但係你嚟到呢個 YouTube channel 咧，YouTube 頻道，我咧盡可能會將特別喺揀初階嘅片入邊，我會盡量全部都係講廣東話，咁你先可以學到廣東話噶嘛。但係去到可能中級或者再高級啲，更加係一個母語者嘅方式咧，可能就會有多啲中英夾雜嘅情況出現。我希望你哋明白呢一樣嘢。學習一個語言，當然盡可能就係學習嗰個語言啦，唔好將佢同其他語言撈埋一齊。但係學習一個語言，其實都係學習一個文化。喺香港講廣東話嘅人會有中英夾雜嘅情況，呢一個係喺香港嘅文化。喺可能喺其他地方，係譬如廣東省，可能喺馬來西亞，喺甚至加拿大講廣東話嘅人，佢哋都會有另一種文化。但係呢一個時候，我想你學習咗最簡單嘅廣東話，然後去了解到我哋香港人講廣東話嘅嗰種文化。希望呢一條片可以幫到你去明白點解有時候香港人會中英夾雜，反而如果你唔中英夾雜，喺香港就會俾人笑，人哋會覺得你好奇怪啊，咁搞笑嘅呢個人講嘢。所以希望呢一條片幫到你，亦都希望你明白到我嘅片入邊點解我會用呢一種方式去教，點解有一啲嘅句子唔係中英夾雜，但係本地人、香港人係會用中英夾雜嘅方式呢。多謝你收睇呢一集，下一集我會再分享多少少關於呢個 channel 教呢個頻道教啱啱中英夾雜咗啦。呢個頻道教廣東話嘅方法，記得留意。如果你未訂閱呢個頻道，記得撳 subscribe 撳訂閱。如果你中意嘅，記得俾個 like 俾個讚好我。我係 Cyrus，下集見。